呢股生氣一路蔓延至另一端嘅體育路，令整段路貫穿住居住與商業嘅混合活力。值得一提嘅係，有2所學校亦坐落喺度，返學放學時段為街道注入青春氣息，亦帶動咗針對學生與家長嘅消費需求。全長約700米嘅教育路，猶如一條跳動嘅社區脈搏，集居住、學生、消費與日常活動於一體。佢唔單止係元朗區內深受歡迎嘅住宅地段，更加係民生商業嘅黃金地段。全天候多層次嘅人流喺呢度匯聚，創造出穩定而多元嘅消費市場。如果你正計劃開設民生相關店鋪，把握持續人流，教育路絕對係你嘅首選。立即聯絡美聯工商鋪，幫你揾筍盤。記得 like 我哋條片，訂閱我哋美聯工商鋪 channel，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啦。